只要你有一個電飯煲，就可以做到滋味十足嘅豉油手撕雞髀啦，仲相當入味啊！3隻手槍雞髀用滾水渌一渌，去緊啲油分，煮嘅時候又唔容易破皮。調味落啲鹽、白胡椒粉，俾4湯羹嘅頭抽可以帶出雞肉嘅鮮香味。例牌落啲薑片、老抽上色，俾多少少嘅米酒同花生油煮出嚟會特別香。醃佢30分鐘，用啲薑蔥鋪底。桂皮香醃細細塊就得啦，片糖煮出嚟嘅味道特別順口，雞皮向下更容易上色，倒埋啲醃料直接撳煮飯鍵，中途可以幫啲雞髀反一反，未開蓋就聞到香味啦。小朋友就中意原隻食，我哋就做成手撕雞，豉香味相當順口，記得撈埋啲芫茜一齊食。做法簡單，火都唔使開，細路一致好評啊！嚟都試下。